你敢有甲讲我直请？无，我啥物都无讲。吼，我手甲滚开哦，我油打咧，我咧就紧走，走去到外口看也无甲我追来，我才阁放心紧去卖油啊。安尼真好。若无咧，我即摆若叫找着，一定会叫掠倒去。大哥啊，我拄则要转来，伫路看人咧卖这鱼啊，真鲜，我要转来要做汤互你食，我即摆紧来煮。真乖。大哥，三郎伫咧讲迄位老中是啥物人？煞毋知咱迄一天伫桃花源看到迄个老大人，伊就是阮阿娘叫伊来要带我倒转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大哥，连麦的小公主。哦，你敢是村头咧？是啊。你哪会来遮咧？我是要来找小公主的。阮小姐讲有要紧的代志要找你，叫你来去一转呢。哦，好，无咱即摆来。好。贤弟，我看你也是莫去较好哦。万一若是叫你贤弟知影，恐惊会阁发生误会啊。袂啦，大哥，迄三郎吼，伊的度量真快，绝对袂误会。啊，你若毋相信哦，你去问伊啊。是啥物代志要问我？三郎，阮小姐讲有真要紧的代志要找小公主，也毋过朱公主惊你会误会，毋肯互伊去啦。这边哪会咧？大哥啊，你实在是顾虑了伤济啊。小兄，我要去做你去啊。好，安怎？三郎，你即摆袂误会，我随时来去陪你蜜粉车，吼。啊，你实在真爱讲笑，紧去。大哥啊，来哦，趁小紧的。贤弟啊，实在我真想袂到，恁哪完全变遮多咧哈？哈？我变？无啊，我毋是拢同款，我哪有变？实在讲，逍遥也真不应该，哪会晓对你还袂娶过门的家后安尼？大哥啊，你即款代志你毋通怪逍遥，其实讲哦，伊安怎？无啦，这无啥物啦，食鱼仔汤啦，紧趁小来。小姐，阮哥牛来啊。孙妹，孙妹，啊你见面看到我就遮着惊，是安怎？好了，你找我来的目的，村头拢已经甲我讲过啊，我也了解。事实讲，这件代志有我伫咧啊，根本你就免烦恼嘛。既然师姐你甲安尼讲，我就免担心啊。师姐，你若无闲吼，你做你去办你的代志啦。我想要来休困啊。啊，你的意思毋得要赶我走呢？哦，啊，你有困难就找我来，啊，若困难解决就要甲我赶走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呀是爱较细腻的，你毋通惹我生气。你若惹我生气吼，一切代志
我拢不爱甲你管。阮姑娘，免阁讲算笑啊啦！你看有啥物好办法，你毋着赶紧讲出来。阮小姐为着即件代志，已经着去到有心无主啊呢。嘿，哎呀，你紧张啥啦？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有我伫咧，我绝对毋允准伊履行伤害自首。你千万毋通听你想咧摕甜言蜜语，做即种欺祖灭祖的代志啊！你是捌啥的？当今皇上啊，根本是顾佚佗，伊也无要料理国政。伊若是灵王呢，伊是一个贤明的人，应该就爱互伊登基大宝。而且灵王也有答应我，事若成了后，要封我一日变监王。这款天大的富贵，什么人无想要接受啊？啊！爹，你曾经为官哦，在宦海，咱做甲拥有迄落百万财，荣华富贵享安泰，你心有不足，太不该。什么？你敢指责我？哼！我只是兄弟，真忠言，你回心转意，保安眠。你甲你愿愿明前，迄个孝顺爹爹，你向天连。你给我点去！你唔免想要嫁迄个卖油龙李元啦，我也袂答应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以后若升起来一日变监王啊，无得个将来要将你的婚姻配合王爷正常，无得个是甲皇亲来提亲，这款敢会比你讲嫁迄个李元搁较歹心？原来汝咧囥规半工，阿爹，你是毋肯回心转意？你给我点去！安尼好，从今仔日起啊，我要甲你禁起来，唔准你甲任何人见面，做我啦！爹，爹，大爷有啥物烦恼？将恁小姐家己来茶房禁起来。是。爹，你千万别安尼将小姐关在茶房。小姐，伊用身体都真软弱，有哪法度忍受这种苦啊，老爷啊！免讲啦，连你也想要爱禁都中，连出道啊，煞甲拖去软禁。原来你任务一直无法度通好完成，就是因为你只是伫咧应付我。既然你不打自招，那安尼，你只有一条路通行。明仔载日落以前，设法闪开周勇，将自首甲伊引来青石山。王官，你要将伊安怎？除掉。话讲到这，要做毋做由在你。如果
明仔载日落以前，你若无将自首甲引来青石山，我只好就将恁老爸的性命来换。小公主啊，小公主啊！哎哟，你遐咸要创啥？无啥物啦。你哪会咧哭？有啥物代志想袂开哦？大娘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包仔啦，送要来互你食，多谢你。免做啥啦。关玉少，明仔载日落以前，你若无将自首甲伊带来青石山，我就将恁老爸来换自首的命。干中寸断，泪相流，山林嗲嗲，一命休。悠然下手，海自修，良民为咱心煎忧。自古中汉，咱两村孔子相情，泪如泉。不如剑下救了断，一日有魂，呼救泉。兄弟啊，你去想想，做啥？你要做阵，这要哪会用的呢？小公主啊，你七少年八少年，怎啊就要行这条路咧？大娘啊，你莫插的，你先去甲我泡一锅烧茶来。好，我进来。兄弟，哎呀，你莫这个真戆是啥物代志？你用咱毋着甲牛兄讲啊？大哥，你莫问啦，我袂去甲你讲。咱是兄弟啊，你逼到要自尽的地步，啊，你还阁毋甲牛兄讲？无啊，你甲我当作是外人想。大哥，好，你若毋甲我讲吼，我得要生气啊！好啦，你莫生气，我讲就是的嘛。安尼毋则是我的好小弟，紧讲啊！讲啊！好啦，我是讲，咱得要分开啊。为什么呢？大哥，家父已经伤情结怨，如今因逼我负债自还，又我出面做了乱啊，明日前往青石山。
千万袂用得去的。所以啉着我怎能抽身啊？好风甲非病不轻，初见并非要自尽，也在手中为风神。贤弟你是斯文人啊，宝剑在手也难防身哦。我命伊就用保你前路啊，伊有一身的好武功。袂用的，袂用的啦！了断恩怨，玉请放手。这段的恩怨着应难休。江湖规矩爱遵守，这我成绩经堪忧。贤弟本是一书生哦，你咧江湖规矩你怎知情？为啊我不悔不孝命啦，不由我遐义道生啊呀大哥，你毋通多疑啦，因为吼，阮阿爹伊伫咧江湖中做生意，所以我才捌一寡江湖的规矩，拢嘛是听阮阿爹讲的。哦，即摆我若离开这个所在，毋管代志有了结，或者是无了结，我暂时拢袂搁再倒转来，所以，我毋才讲咱要离开啊。这为什么？大哥，你莫搁再问下去啊！以后自然你就会明白。不过，在我要离开的时阵，我要考劝你一句话：你做咧讲啊？你转去恁厝会好？叫我转去？是啊。大哥，你要答应无？好，我答应。答应讲我倒转去，也毋过你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明仔载我就叫邱勇保护你去青石山。袂用的啦。哦，邱勇你毋信？啊无有影才甲伊斗阵去嘛。大哥，你真甲袂用去的。邱勇也袂用的，我也袂用的。啊无，你毋答应拢卖哦，拢卖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互周勇去就是啊嘛。安尼毋则是我的好小弟，来，贤弟啊，我看你心情真歹，要无咱阴暗，我就叫大娘办几下菜，咱兄弟住喺这个所在来畅饮几杯啊。大哥，你出这个好主意。来，大哥，搁再啉一杯。哦，我无要搁啉咯，我今仔啉的烧酒。大哥啊，等你平常时的酒量汉那好，安尼就醉。无啦，搁啉一杯啦。袂你家己啉咯。大哥，来啦，搁啉一杯嘛。你若叫我家己啉会使。你家己一个人，千万袂用去青石岭，有影是袂放心的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就好嘛。来啦来，你搁啉啦。贤弟啊，有影打算要将你带倒转去京城，我会封你为王。咱兄弟，
永远都袂用来离开啊！大哥，我歌台我情意深，只叹我心不福你。将命随君强文情，山林抛下老爹亲。今宵告别君王面，愿拼一世无君意。漂水相逢，漂水相逢烟已尽，永难再见多情离。周勇真是一个小心的人，虽然自首，吴文尊已紧随在伊的身躯边，伊却暗中派5客的兵士来到这所在保护圣教。什么人伫外面？是我小玉。你入来。你竟然是一个